台中大甲妈一年一度示警的活动，因暗暝11:05分要来起驾，展开9天8暝的示警。早暝妈祖职工的暗会先来入场，请到未少受到欢迎的艺人来唱歌。镇南宫的董事长颜清标嘛来呼吁参加这个示警的乡亲，一定要挂好喙罨，保护家己，嘛保护别人。 大家妈要起驾进前，妈祖职工暗会头先登场，真坚强的卡司有真侪大咖艺人。小姐，小姐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来哦！还能大口呼吸就是幸福的。艺人 ella 唱家己创作的歌曲。 嘛邀请民众做回来祈福。我们祈求妈祖娘娘赶快跟老天爷商量一下，赶快下雨，赶快下一场大雨来滋润我们的大地。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嘛特别挂喙罨上台，呼民众莫袂记咧防疫。咱要顾家己，嘛要顾别人，所以啊。 拜托大家，原来爱戴口罩。今年的疫情没有办啊，今年我们也可以说讲疫情，咱疫情中心控制得很好。4月初到暗时11:05分就要来起驾。今年因为疫情取消邀请活动，不过到雨透早大家嘛就要起驾，展开9天8暝的邀请活动，包括总统蔡英文、前总统马英九、台中市长卢秀燕等等，拢会参加相关的活动。 今年参加活动同款的用是名字，爱挂喙罨嘛袂使软脚骹，用防疫第一的观念来迎接一年一摆的宗教盛事。